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知影你的话，是阮生命的粮，也是阮脚前的灯，要来引带阮行这条天路的美好。主，阮这时阵求你看顾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互阮会当拍开向着你。主，你的圣神也自由的运行，互每一个人的心，因为向着你，你就对阮来讲话。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得到造就，互阮每一个人因为你的话会当更加明白，阮的呼召是我哪有福气。主啊，阮也下面的时间交互你，求主传领，互讲的甲听的，拢做阵有法度得到你的建造，一天比一天更加成熟，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，互阮知影，阮今仔日伫遮是何等的美好。主，阮甲荣耀归于你，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顶礼拜若有伫遮，大概有听来讲，咱每一个人共款，无论你有信仰无信仰，拢望会当有一日，咱若离开世间，咱暂大即个世界，咱拢会当转去伫天顶来甲上帝来遐甲徛起，因为这也是主耶稣互咱的应允。总是还未离开的时阵，这段时间，我相信每一个人即马若离世上，拢会看到，无论是天灾。也是咱所处的环境，我相信即马美国都要竞选吼，所以有人也真注意讲这个美国来总统选好选歹吼，对全世界拢有真大的影响。但是无管选好选歹，大家心肝拢知。敢若古约你讲的，古约讲即个世界即马吼，拢真衰微啦吼，拢真衰微的对。刷落咧，道德也真大害啦，吼。要安怎咧？搁刷咧吼，即个上位的即个人，即个做领袖的官长也好，这坦白讲，咱心肝大家拢知，胡萝卜济啦吼，总是咱无法度，因为咱活的就是即个邪恶的世界。因为即摆目前吼是一定愈来愈歹，因为主耶稣早就甲咱讲过即个代志。所以主耶稣你在生的时阵嘛有讲过讲吼，咱这个世上吼，确实充满真侪的苦难，真侪苦难。所以咱咧奔走，咱咧行这条路的时阵，行天路的时阵，咱总会是讲，要安怎会当好好来度过这个世上吼渐久的渐大的这个日子。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咧行的当中，当然你有可能遇到真水的代志，真好的代志。但是，咱若确定知影讲，咱会去拄着风雨啦，咱嘛会去拄着真侪咱受袂到的一寡无好的即个环境。所以，咱拢会伫心肝内底加减的安尼问讲，咱到底是要安怎来徛起较好？所以，你这段世上的期间，牧师今仔叫着这段经文，要甲大家做阵来分享讲，咱若是会当敬畏上帝吼，这是咱足大的吼一个福气甲保护。咱对着今仔日这个三国来讲，因为这个新的这个埃及王起来，伊对较早的人，这个约瑟，伊无熟悉。其实咱伫生活当中嘛共款，你可能做真侪代志对人足好，毋过人我一个念就可能也袂记迄你对伊好咯，就是讲一般就袂记啊。当然袂记无要紧啦吼，但是有当佫倒转来甲你喊埋，哇！这声就菜啊你啊！但是这个代志毋是较早发生，咱即马嘛是。所以你的时阵，迄个埃及王啊，对较早这个约瑟对因这个国家，对这个埃及这个国家有真大稳定的时阵，已经，因为伊看到讲即马这个以色列人伫伊个国家大足侪人，我遮后生人遮侪，总是咱伫遮圣经敢若看到讲，这个王开始对这个人遮尔侪开始心肝有怀疑。其实一般是袂安尼啦，你若自这个去考察了，你大概拢会了解，边仔一定有人会讲。圣经无写，但一般拢会是安尼。伊耳孔会软，人也讲王啊，这以色列人毋是咱的人，这人遮侪，万一若烧整起来吼，这外口的人若来，遮的人若反变，要安怎？这个王听了当然感觉讲，对咧，这人确实真济咧吼。遮的人若反变是要安怎？所以
伊的想法真简单，世间的想法拢真简单啦。哦，你安尼，我当然对你较歹咯。所以就加添因更较济的这个工课来做，因为伊是萝卜。哦，就算你是萝卜，伊也袂讲讲啊，你萝卜就袂要紧，你就无啥物货，无。伊原来会惊，所以伊会加倍加陷害，加倍加陷害。啊，其实咱今仔日共款啦，咱做基督徒吼，一旦你信主了吼，主耶稣甲咱讲，你这世境内底，你就感觉我就好好无代志。主耶稣讲，你若信耶稣吼，这个世界吼，就自然会安怎来甲你怨妒，就甲你扣分啦，会要来甲你逼迫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甲伊是无共款路，咱甲是自然对立的嘛。伊甲咱做这个人，伊无一定知影伊做啥。但是因为伊受到背后的魔鬼来控制，伊无了解，啊，所以伊自然会做这个。所以有当时咱去做这个福音的代志好，还是对人好代，有人拢会讲，啊，你对我遮好，你信受无得？你信一个安怎？甚至佫刷落会甲你陷害都无一定。你若去大陆的时阵，然后去注意大陆的基督徒，因咧聚会，有人就会去报呢。咱讲叫咱这聚会就真正常，大家开讲哪有啥问题？伊毋是咧，隔壁厝边会去报讲，哦，遮你聚会啊，遮你聚会就去掠呢。咱遮人若10几个人聚会，你厝内底开讲唱歌讲啊，真正常的代志。你若去，因袂得做。因就讲哦，10个、12个以上吼，若做伙吼，叫做非法的集会。因有迄个权利吼，迄个政府有迄个权利要甲你掠。所以基督徒咱遮是无即个问题，但是你若看别个所在，有个国家是有即个。所以咱遮做基督徒，你世上确实吼，一定会去拄着亲像即个埃及王。伊可能看咱毋知为虾米，伊就对咱袂满意。所以总是伊的心就是感觉讲要甲你控制，啊，要甲你绑到甲定。啊，惊你毋爱做啥物代志，所以咱今仔读的这段经文，就是这个埃及王。伊讲以色列人遮尔济，伊烦恼咧，伊烦恼讲真正若相争，万一因若甲外口来通敌，哇，这些内面外口合起来，伊就爱亡。所以伊袂得安尼做时阵哦，伊就反复落去，伊就命令就讲，所有你这内底吼，若以色列人的查某出事吼，拢甲杀落死。拢也睇下死哦！啊，所以这个产无要哪处理？这个产无咱今仔看到讲，伊无照这个王的命令啊，伊无照王的命令。那照是讲，伊无照王的命令，你当时是爱抬头。你若感觉伊若感觉讲你无照伊的命令，这是爱抬头的。咱想看卖，若是咱感觉，这是遮危险的代志，遮恐怖的代志。你敢敢安尼做？今仔日的经文记载讲，这产婆确实违背这个埃及王的命令。其实咱即马莫讲迄当阵，咱即马来讲看卖啊。咱即马的社会当中，我毋知影你若有去学咱遮的学校吼，你若做学的老师哦，哦，若有一个囡仔入来，也是一个这个职员入来，对咱来讲啦吼，咱看这个明明，咱讲啊，这个查某也好，还是查甫也好，对吧？哦，啊！你若看到伊是查甫，讲你甲讲，I Mr， 伊讲，哎呦，是嘞哦，你后背甲我叫呢？啊，我就看你查甫，哦，你惨啊你，我个来你告，讲你轻视我，我明明讲我查某，你讲我查甫的，你会去头路会甲你死掉，你毋管到点样学做老师，咱可能无对着你袂感觉吼，啊，你若去学有的老师就对这足烦恼，啊，餐厅啊啥，有的嘛会呢，是咱无对着，咱无感觉。所以咱即摆社会吼，有真济阵真乱，你毋知嘛？上帝甲咱讲，查甫的就是查甫的，查某就是查某的，伊甲你干哪？伊无甲你无分，甲你混做伙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法律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咱真侪拄着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哦，有人是安怎？有人可能无犯法，但是犯罪。你上帝的眼光内底，你无犯法，但是你犯罪。再来讲，咱遮咧讲啊，迄个同性恋，迄上帝讲这袂得做。哦，啊，你安尼讲嘛毋对咧。哦，做法律讲你安尼袂使咧，像做牧师的吼，教会内底有即个
共查甫还是共查某要结婚吼，伊若叫你甲做证婚吼，你若无爱吼，你即项牧师你家己爱面对，可能掠去关就无一定，美国就即个代志。咱遮我毋知影有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即摆面对的即个社会，有当你会感觉讲，哇，咱到底是要遵照上帝的话来做，咱可能会违法。但是你若照即个法律，你行，咱可能会违背上帝。毋是较早呢，咱即摆嘛是拄咩啊？咱所以咱若无得意啦，无注意，你可能就面对即个问题。你讲，哎哟，即个社会即个社会就是安尼啊。这就是事实啊！但是咱今仔看到这个三宝，这个三宝伊唔惊这个王的命令呢，王搁甲叫去呢，你搁甲想看觅？你迄个当初干那这两个三宝吗？无可能吧？咱想要叫这两个一定偷的啦，偷人。所以啊，这个偷人安尼做下骹人讲，啊，这安尼咱嘛，吼，所以讲，咱有榜样，有榜样，好无？所以伊个囡仔愈生愈多啊！你若对顶外人讲，这个王安尼命令，大家拢执行，我看，迄原来是真悲惨的。所以为什么圣经特别记这两个三宝，连名拢甲记住？实在讲无简单。咱今仔日嘛共款，咱可能你面对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也有可能拄着你真无奈的代志。啊，敢若拄着这讲，你明明就查某的。我讲你叫你是查某的，你安尼袂得做，一直要甲我是要安怎？是讲查甫的，煞就讲哦，伊搁甲你讲，伊嘛毋是查甫，伊嘛是查某的，两个拢有，你要哪叫？英语有一个名叫啥物？你敢知？有啊？毋知啊？好像叫累还是累是吧？奇怪，这是啥个？毋是死嘛，毋是喜嘛，是敢若讲综合的，综合的。其实圣经早就甲咱讲，咱当初创造的时阵，各行各业就各从其类，是讲拢有分别的嘛。即摆咱会混乱，就是你就知这个世界就是魔鬼你作祟，就是甲你弄个愈乱愈好啊，人就袂清楚啊。所以咱伫遮即个规定是来讲，对基督徒吼，咱要照上帝话来讲，我感觉。有当时也是感觉软弱，有当时感觉慢慢怎做较好。所以伫遮咱互相爱互相勉励。这个三宝是安怎毋惊这个恶哦的命令啊，可能会飞檐抬头。圣经甲咱讲吼，这个三宝敬畏神，敬畏神啊，这个三宝敬畏神。所以上帝伫遮甲咱提示讲，咱这个社会的世界当中，咱要保持一点就是讲，咱来当敬畏神哦。咱就会当面对这个吼，这么大的环境的艰难。为什么敬畏神你有法度面对？因为你自然上帝会加你开达力量。我相信吼，这个圣经的话是讲吼，耶和华的天上，你敬畏的人的智慧、四围的安宁要甲保。咱若有上帝的话哦，咱心较会安。咱心才会安啦，因为有当时咱嘛爱想一样代志，就是讲上帝甲咱讲，咱若无要相信伊，咱要相信啥？咱可能去相信咱家己本身，其实你家己嘛靠袂掉啊。要去相信别人会甲你安怎，你嘛是共款无法。不如咱转来好，我相信讲主啊，你若安尼甲我讲，吼，我愿意照你的意思做。我相信真侪人有拄到真侪代志，一定会软弱，一定有心肝底难免的即个惊吓。不过，若有上帝话来，互咱的心肝，咱来挖靠，我相信会产生快乐。你看旧约的这个当初这个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书，但以理内底，你就看到有三个人，吼，这个三个人沙得拉、阿米沙甲这个阿顿尼哥啊，这三个人什么代？当初迄个尼布甲尼撒啊，尼布甲尼撒伊起一个像，金像。讲全国的人拢爱拜这，若无拜吼，迄火甲掠去烧，迄火窑内底吼，甲弹入去。结果伊这三个真正无愿去拜这个金像，我人就去甲举报，人就去举报迄网络掠下来讲，恁三个人哪会无条我命令，无要对这个金像的偶像来敬拜？伊讲哦，王啊，
这样代志我免回答你啊！哦，这做有勇敢的咧，我免回答你，这才歹的意思。我无要回答你啊！哦，准讲吼，你若甲我掠去迄个火啊内底烧吼，我侍奉的这个神啊，会甲我救啊！准讲袂甲我救嘛，袂要紧啊！我死后你看袂要紧嘛。我吼意思是讲我死后袂要紧嘛，对吧？我绝对袂信，我甲你敬拜了。有掠去哦，有啊，咱咧圣经拢有看。啊，你讲这可能故事无？这若故事你，这就是历史的代志记载，互你知的。要来鼓励咱，鼓励咱，确实咱会真正对着求主，互咱话语，互咱会当坚定咱的心。后过去的人物，人安尼咧做。我捌去土耳其啊，我捌去土耳其一个，嘛是一个因当初一个这个殉道者，伊嘛是有一个故事。伊讲迄个神父吼，当初去掠去，要掠去烧的时阵，我嘛是要相信上帝，我袂因为恁吼叫我放弃这个信仰，结果火甲烧，无代志。你讲啊，即摆这敢有可能？咱人的思想或者无可能，不过较早有发生这个代志。咱即摆当然，你就要决定讲，拄着这样代志时，咱到底要安怎对咱更较好？坦白讲是对咱较好。所以我相信咱也毋是讲一定大勇敢，只是咱爱敬畏上帝。主啊，我愿意照你的话语来讲啦，我愿意照你的话来领受啦。哦，你甲我讲哦，我若敬畏你，哦，有天使日月四围来甲我帮衬，甲我逼。而且你嘛甲我讲诶，讲哦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吼是大有瓦靠啦。伊佫讲哦，不但咱有瓦靠吼，伊的儿女嘛有瓦靠。伊会当救咱脱离这死亡的网络。耶稣要甲咱讲吼，咱毋好惊即个咱身躯即个的问题，咱爱惊是咱灵魂到底要去倒。咱今仔日看真侪时阵无毋对，咱拢看到眼前，这是事实。求主有互咱更较好的眼光，会当看到咱伫上帝国迄个上帝要互咱的福气，因为迄是存甲永远。即马所有的无毋对，咱嘛是会当享受，但是这拢是暂时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求主帮助咱求主互咱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啦。我相信这个毋是较简单，但是咱爱操练，咱互相来勉励，互咱会当讲主啊，你这个世间即马的这个邪恶的世界，咱若拄到遮尔无好的代志时阵，求主帮助我会当坚定来倚靠你，因为我若无倚靠你。我嘛无啥物人当我倚靠，所以求主帮助咱，就是坚定来倚靠伊。啊，主嘛甲咱讲，咱若坚定来倚靠伊的时阵吼，咱若无要倚靠咱的聪明智慧吼，伊会甲咱带这条路。所以有主的话甲咱引带，咱一定不靠把握。所以为什么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爱思想伫这个社会当中，伫这个社会当中，咱爱是讲到底我即马是敬畏啥物？我敬畏的是世间的物件，还是讲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好好来敬畏你？这是咱互相来勉励。求主伫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，互咱每一日会当敬畏伊，成做咱真大的这个倚靠。我相信咱一步一步，咱会当更加经验，伊是咱同大的倚靠，也是咱会当随时，互咱开来来面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力。所以呢，除了这个问题了咧，讲咱有这个上帝吼，咱敬畏上帝，咱的人会勇敢起来。不但勇敢起来呢，圣经这个你讲的，伊讲这个山伯啊，迄个埃及王甲山伯招来，伊讲是安怎？是安怎恁做这个代志？查某就留落。伊讲王啊歹势，是因为就爱去囡仔就生出来，囡仔哪生出来？哪紧？伊讲迄个埃及人甲这个犹太人的妇人人无共款，安怎无共？伊讲你华语内底你写特别勇，咱讲特别勇，勇什么意思？华语讲伊是健壮的，你看讲活泼的，咱讲就足勇啊，健壮个活泼就有细苗才健。你看囡仔就知嘛囡仔若破病规个就软去，囡仔若好迄细苗来足强，真活泼，真健壮，就是细苗来的。所以这个山伯就你讲你以色列人的妇人人，甲这个埃及的人妇人人无共，因作用的，所以囡仔真紧生，
生命足强的。哦，当然咱知影较早你要生产实在是真危险的。伊讲哦，因的生命足强，真活泼，真有气力。咱就想着讲，因为什么哪有这活泼的气力？哦，原来圣经有这样讲，讲哦，上帝话是活泼的，上帝话活泼而且是有功能的哦，这有功能哦。伊讲哦，比这个两面的剑吼更较来呢，魂也好，灵也好，骨髓甲这个骨质，拢会当甲破开哦。哦，这你会当分别哦。这毋是咱今仔日爱需要的吗？因为你这个混沌的内底就未清楚的，咱有思想爱分辨嘛。所以上帝话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分别，会当明白，会当互咱用，会当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为什么教会总是鼓励兄弟姊妹讲吼，咱就逐工有时间也好，毋好讲无来读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来带咱每一日所面对的代志，咱有智慧。有可能避开，亲像耶稣讲法，耶稣毋是每一样代志拢去面对哦。伊有当看到这无好势，伊闪一个哦，伊嘛会闪呢。人要甲安怎，伊讲这摆莫插咧，咱走对边去。伊继续去完成伊的道路，完成伊的任务。咱今仔嘛就毋是逐项代志拢要甲伊拼，咱嘛要有智慧。你即个遮尔代志，咱是毋是安怎该面对也好，该按闪票好，求主互咱智慧。这是咱活时阵咱有需要，因为咱有咱毋知影。所以求主的话来帮助咱，互咱有勇气，互咱有智慧来面对，敢若亲像做山坡共款，亲像做山坡共款吼。所以咧，伊遮咧讲敬畏上帝的人吼，其实有法度建造到活，有法度建造到活。通重要就是讲安怎，咱会当好好甲上帝的话咧食倒入来，甲上帝的话不但食倒入来吼。你若去看即个利未记的时阵吼，伊讲吼世间有真侪吼动物像你。即个有分地啦，若无分地啦，若食个有一个利利迄吼。什么是圣洁的，什么是无圣洁？我毋知影，恁知毋知啦？但是你只要你讲这个意思，你讲啥？讲哦，咱若是会当甲上帝话食倒入来，反复思想，若有即种的叫做反觉，吼，反复思想，咱对上帝毋是讲食了就无，咱食了咱去思想，咱去思想时，这就是属于圣洁。属于天的，所以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你读圣经就食落去，逐工我就读，但是你无去思想，无去思想，这就无效。咱食着咱来思想，所以咱若做这事，咱为什么查经？咱为什么读圣经互相来讨论来交流？互咱去思想上帝这个智慧，上帝这个权能恩典是要安怎来展现出来？才展现出来，所以。咱若会当敬畏上帝人，我相信你会真欢喜来爱读上帝的话。你读上帝的话，你来食你内底来，你自然会去反想，你会去思想，你会不但伫这思想当中，你就发觉讲，咱这个吼内底的生命愈来愈有。所以咧，你有要拢得安尼讲啦。伊讲哦，这是耶和华吼，耶和华恁的上帝所吩咐教训恁的命令律例，还是互恁所要去的迄个所意思讲。互咱这个话，伊有一个目的是，要互咱过去咱将要去迄个所在，要互咱当初是这个迦南地。咱对咱即马来讲，是将来咱要去天顶迄个所在。上帝伫遐，咱即马照这你做，上帝伫遐，咱就真着足丰富去享受啦。当然，你地上原哪有这个恩典伫当中了，毋是讲将来一定啊。咱即马嘛是会当去得，因为当初以色列人。你地上就得得到，咱即马当然是天顶，但是地上原来是会得到。咱比较早人搁较好，咱比较早搁较有福气。你若了解咱即马啥比较早的人较好。圣经是讲，咱即马的基督徒比旧约的每一个先知也是即个以色列人拢较有福气，因为咱即马是照着主耶稣，较早毋是，较早就是因咧照着献祭。伊无像咱会当直接去甲上帝面头前来领受即个恩典馈啦，所以咱即摆人搁较福气。所以过去上帝甲因讲，你若听伊的话，照伊的路你行，你若敬畏伊，咱你世上就会当久久长。而且咱会当得到，意思讲，咱会当有丰盛出来，咱有当有丰盛出来。
所以这是咱会当互相来勉励讲，为什么兄弟姊妹，咱就爱常常认真来读上帝的话，啊来思想上帝的话，互咱内底的这个生命也好，互咱的quỹ道好会愈来愈好。哦，尤其是这个马拉基书啦，马拉基书迄边你讲，你注意看，伊讲哦，向顶敬畏上帝的人的名，一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伊的光线有医治的功能。啊，咱即马拄啊冬天呢，冬天日头若照无着，大家拢会安怎？很 blue 对吧？哦，很忧郁对吧？咱即马发觉讲，对啊，冬天无日头你照，大家心情拢无好呢。原来咱也读上帝的话，哦，敢若日头甲咱照了，咱的心情好。咱内底有真侪物件吼，会去医治哦。所以你的心情若无好哦，你若好啊读上帝的话，上帝讲会甲你医治呢。毋知恁捌拄过啊？我确实捌拄过吼。你知影有人忧郁症吼？忧郁症台语叫做不郁症对吧？不郁症，写日记啊，写日记知无？免食药啊，好去你知毋知？到有影？啊，无是你甲试看觅，40天就好，40天。有人真正好呢，啊，你讲啊，迄日记要写，伊就逐工暗时要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伊甲今仔日所有的代志吼。伊心肝上面拢写出来，啊，甲主耶稣讲，有人好，我讲啊，有人好嘛，有人无好，啊对啦，我嘛知，啊，都只是讲，伊无好，我是毋知为什么，啊好，佮代表讲，即个就有效啊，对即个人有效，无一定对你嘛有效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圣经嘛甲咱讲啊，哦，圣经嘛讲啊，咱若敬畏上帝，咱若去领受上帝的话，敢若日头同款，会甲咱有医治的功能啊。啊！你会甲亲像像牛条内底一个牛角安尼噗噗跳，哦，我就意思讲，足有生命的气力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要治无？若要治，咱就爱来学习啦。哦，咱若要治，咱就来学习啥物？咱来学习安怎？来学习好好读上帝的话，好好来敬畏咱即个上帝对咱的听，这是对咱的福气。哦，这是对咱的福气。哦，所以学习上帝的话，敬畏的人会当用，会当坚持。这就是今仔日三宝甲咱讲的代志，甲咱讲的代志。哦，啊，这就大家爱去领受啊。上帝讲，咱若无去领受，那就可笑啊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搁刷第三点，这两个啊，这两个这个三宝啊，圣经里讲哦，上帝吼来甲款待，讲以色列人起来，哦，啊，愈来愈勇，意思讲，咱若敬畏上帝的人吼，其实真侪人嘛，因为咱吼得着福气，对吧？以遐人因为这个三宝嘛，对红叶啊留落来，其实嘛是福气啊，对吧？哈。搁较刷落伊讲吼，这个三宝啊，因为敬畏上帝，上帝讲帮助伊建立家室，哎呦，有这个代志，所以咱会当来，咱会当来试看卖啊，这若遮尔好，恁来我一起，啊。敬畏上帝，你圣经你讲哦，你就证明讲敬畏上帝，咱会当明白上。啊，咱若敬畏上帝，会带咱去明白上帝。明白上帝会当安怎？伊甲咱讲吼，明白上帝后，你就得着。明白上帝福气会临到你啊，这是上。人讲的话吼，会当凊彩讲。上帝讲的话会使凊彩讲啊，你甲试看卖啊。你着用心甲试啊，看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到底有偌好吼？咱今仔日移民来到遮，咱是希望，咱拢希望咱的家庭拢做好势。安怎做建立家室？你知？这就是你诗篇128篇第1节甲第4节讲。你讲若敬畏上帝的人啊，遵守伊道理的人啊，这个人有福气。有啥物福气？第一点哦，伊会当吼食着伊家己拍拼来的一个果实。真侪人拍拼来的果实无一定食会着。你看即摆真侪有企业家哦，趁有足侪钱哦，但是伊无一定享受。较早吼讲做医生的足好的对吧？对不对？做医生的足好的，享受是啥人知无？生死牛啊！迄就足无用的，逐工你看黑人，迄就无用到要死。迄好的是生死牛，所以较早的台湾人偌爱嫁医生的，因为医生无用生死牛足好命。你看无？伊讲吼，毋是干那生死牛好命，
你原来会当好，你会当去享受你所得啦。有人拍拼到要死，工程做足大，企业做足大，啊，就艰苦命，一天到晚落落，食袂好，困袂好。哦，这嘛是事实啦。啊，上帝甲你讲哦，你若敬畏伊，你所拍拼来，你原来会当享受。哦，你原来会当享受，除了你会当享受，咱都要看吼。当然，咱都要用身心灵享受。是啊，这身心灵享受，无毋对，你的家后嘛会当享受，你的家后你厝的内底会当安怎？哇，会当互厝兴旺。所以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，哇，伊嘛即内底做了足好，而且呢，会当敢若迄个葡萄园内底啊。葡萄园意思就是讲，你的厝内底当真丰盛、真丰满，会当有真水、真好的即个家庭。不但即个家庭带了囡仔咧，会等于你的身躯边哦，即个荧幕你若甲看，这是真是足福气的代志，这毋是足福气的代志。伫咱的身躯边，咱做伙做。即马坦白讲，因为真侪时势，因为厝外像我共款，我就移民来到遮。吼，啊，像阮即摆囡仔，啊，我的大汉囝，甲我的查某囝，啊，拢伫我身躯边，哦，啊，生活当中足近的嘛，啊，所以大家咧互动就足好势。你感觉这嘛是真幸福的代志。啊，当然囡仔去到外口拍拼，咱嘛甲祝福，这是拢是。但是我了解真侪，咱年岁愈来愈大的，咱会感觉讲，那囡仔伫咱的身躯边，这是阮的福气。当然，咱是甲囡仔祝福，囡仔有伊的计划，也是由上帝引带。总是咱看到这幅图，上帝讲，咱若敬畏安尼吼，伊要甲咱即个祝福，这就是敬畏上帝。这是敬畏上帝，哦，而且呢，敬畏上帝的人，犹大瓦口，伊的家里嘛会得到应允啦吼。都甲咱讲吼，敬畏上帝的人吼，咱若是愿意心谦卑，哦，敬畏上帝的人一定爱心谦卑啊。咱就当得到啥？伊甲咱讲吼，咱就当得到富贵啊、尊严、生命为咱的心事。咱这条路，虽然咱知影有艰难、有艰苦，有无一定一帆风顺。毋过，咱来培养，甲即个三宝同款，互咱有敬畏上帝的心。我相信上帝要大大祝福咱，伊安怎祝福即个三宝，伊嘛要祝福咱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哦，会当做一个敬畏上帝啦，互咱会当勇敢来面对咱生活当中的问题。第二啊，咱会当生命愈来愈活泼，咱的生命愈来愈活泼。第三，咱会当来保守咱家庭，上帝互咱的福气遐尔啊。所以最后，大家互相要个，你有想要平安无？你有想要福气无？请咱做阵来敬畏上帝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敢若一半人好呢，好唔好？好。咱哪有心好哦，这足赞的，我嘛要。好，咱大家拢做阵来领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咱做阵压头祈祷。亲爱最后所阮感谢你，总是你甲所有的福气要充满来敬畏你的人。求主赐福阮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伫阮的生活当中，更加来认识你，更加来敬畏你，互你的福气充满伫阮的当中，互人看到阮讲阮是真正有福气的人，而且甲荣耀拢归予你。主，这是阮的祈祷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，阿门。